尊是Manjushri Naga Raksasa， 那中文名字叫做降龙罗刹文殊菩萨，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那化身成为一尊龙王。我们的上师尊贵的赞度古仁波切，就是觉得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处于一个森林之中，在森林自然的就有很多这些龙王。英文叫做 Naga。有这尊龙王呢，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带来安详和和平。那我们的上师希望把这个禅修林以治疗身体为大家服务。有健康问题的朋友，如果他的原因是因为是有一些龙王所引起的，比如说是刚才我说的是癌症，那除了癌症，也可能是皮肤上的一些疾病。可以尝试念这个经文 Om Pe Lam Hom， 好来这边降龙罗刹文殊菩萨这尊佛像那边去一直顺时绕佛像。制造佛像的好处就是能够让我们增益增寿。累积福报。既然制造这个佛像有这个功德，那么来这边帮忙的朋友，只要他们的发心是好的，他们的发心是要帮助所有众生的，那他来这边去插这个佛像，他们也可以同等的累积到同样的福报。这个是室外的佛像嘛，师父要我们确保它能够在室外能够耐得起风吹雨打，然后也不会就是生锈的。所以在考量那个质量那边，我们是用了青铜。那青铜是中国古代制造很多佛像或者是古代人物的塑像时候首选的一些材料。那这个青铜它里面是有黄铜，主要是黄铜成分，再加上锡和一些紫铜这样子，所以它这个材料能够耐上应该是几百年没问题。禅修林这边很多佛像呢，很迫切的需要功德主来赞助去做这些很庄严、很漂亮的这些佛像。那希望看到我们的影像的朋友也能够发起这个心，少少不拘，多多益善。你可以把累积的福报回向给自己的父母亲啊、自己的亲人啊、身边的人啊、孩子啊。最重要的是，如果是家里有人生病了，那你也可以通过赞助这个佛像，让更加多的人能够接触到佛教。那在同的时候呢，这些功德主呢，能够累积到福报，帮助自己身边的人，今世或者是来生都会有帮助的。